拉字语言01事，家母夺着金手指，一只家母带一阵家仔囝伫菜园仔找食，家母双骹一直称，称着通拖，赶紧通互家囝食。雄雄家母称着一骹金手指，安尼啊话你嘛较细字咧，通甲遐大个，我是高贵的金手指呢，挂伫恁主人手指顶头仔是高贵。毋过害我通迄个喙巴偌尔疼，你敢知？胃下用就是好物，无路用的高贵是加废气。